敢有听到我的声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火炙恁的网络好厝边，今日要来耍 Puppet House，会惊，会惊。先甲大家小姐问吼，阿选高早的环境，佮有鸟美国水高早的环境，今日敢若两位哦，哪会遮冷清？今日生理无好，有声吼，有声就好，有声就好。吼，等下哦，调整一下我的麦克。调好啊，扳手的颜色是不是变了？以前是蓝色的吗？以前是深蓝啊，现在是泛蓝，不是，现在是浅蓝啊。对，对，那个颜色好像不一样。虽然我以前好像就觉得是蓝色的，因为以前是比较深的蓝色。对，然后现在甚至不是扳手哦，它现在甚至不是扳手，它变一个这是方形嘛？啊，这是盾牌是不是？这好像是盾牌，为什么啊？我是知道紫色学校的管理员是一支箭，是不是啊 ？YouTube 就要一个盾牌是吗？这是什么道理？这我不了解。然后请不要噎到，好，我快噎到了，但快噎到就是还没噎到，不要紧张。然后噎到就算了，不要噎死，谢谢。牛肉汤好喝，再炫耀，好，再炫耀，没关系，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我现在好想吃丹丹哦，最近好像一直看到有亲朋好友跑去吃丹丹，害我也很想吃丹丹，但是没有丹丹可以吃，所以还蛮难过的。好，太好了。然后今天好像觉得身体有点不是很那个，所以不太确定会开多久啦。如果我吓到那个心脏不舒服，没有啦，应该是不至于。但是如果我觉得不太行的话，今天可能会比较早休息一点，因为明天还要那个明仔载要创啥？明仔载要读迄个顶礼拜的新闻，给大家听。我是觉得明天的比今天的更需要多准备一下，所以如果我觉得不太行，等一下我的时钟仪在这里，好，等一下去吃丹丹是不是？好啊，不要紧啊，弄安尼啊，好啊，总之就这样子，我们今天就赶快开始，然后不知道会开多久，我尽量哈，如果累了我就早点休息了哈，今日就是安尼啊，最近拢开较少呢。最近拢开较少，对啊，身体较要紧，对，多谢大家的体谅。嘿，还有我要说，明天比较重要，今天比较不重要。当然，怎么可能这样讲？没有啊，我知道大家最爱看这种的、啊，对不对？大家比起吸收新知，然后紧跟时事这种有营养，然后之类的，就是对比起这些事情呢，一定是更喜欢看主播爱北吉尔布，嘿，这种凄惨的片的这个型哈。我知道大家喜欢什么，然后有的很谢谢，怎么那么好？尖叫就下播吗？那我应该是播个10分钟就差不多了，真的假的？今天是尖叫就下播，我是不是甚至可以改标题？好，既然猫猫可爱都这样说了，我们改这个标题是不是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很早下播？太好了！西雨咪，应该是讲暗吗？还是应该还是算早安？好，早安。西雨高早欢迎你来，嘿，怎么样？只看10分钟看不完，我会尽量不要尖叫了，好不好？看火蛇尖叫很有营养，哪里有营养？什么意思？营养在哪里？什么意思？我要说什么？尖叫就下播，好，就这样。真的假的？好烂的标题哦！尖叫就下播，我们看可以播多久？好，来吧。大白天的玩应该是还 OK 吧，大概这样零食都还没吃完，我会尽量好不好？我没有故意，一定没有故意，我真的会努力撑久一点。这款很恐怖吗？我也不知道，感觉应该还行。语言好，我有看过啦。它的语言有什么呢？它的语言什么变成蛋很有营养？你说下成蛋吗？下蛋？不对，不是这样，在讲什么？好，我们今天没有要下蛋，不是平常也没有要。好，我们来看语言有什么选项。看标题是不是在跟我说拜托别叫？我会努力好不好？我不会故意，我当然是会尽量维持我的这个充满智慧然后冷静的形象吧。大概如果我还有形象的话，好，有什么语言可以选嘞 ？English 不会，不会。哇，有一个语言叫中国人怎么会有一个语言叫中国人？还有中国香港，那没有我们的事，我们就英文就好，反正我英文还可以。好
原来我还停在 options 里面了，我还想说怎么刚开游戏还要叫我先选语言嘞？原来是我根本就没有按进新游戏。好，我们来玩吧。中国人是一种语言，对啊。让我们说中文。好久没有玩沙威玛传奇哦，但是那个对我的手不好，而且最近我的右手一直都很痛，可能我打太多字了。Hi Rick， 会中国人吗？我不会。他叫 Rick 欸。对啊，居然没有繁中。等一下，我跟不上他在讲什么。哦，好，总之他是一个警探，然后，奇怪，今天那里在讲，无在讲台语，青菜。哦，所以他是一个警探，然后嘞，他的那个闲暇之余的活动就是去调查一些可能比较超自然的，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个房子，有一个地方吸引了他的注意，房子，你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咱今天也要来去，哎呦，好晕哦。感觉香港应该会是繁中，对啊，有可能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吗？好，我们给他一个机会，如果看不懂就再换回来就好了。我又按错了 ，Gameplay。好，那我们要一路到这个选项。好 ，Apply。哦，好像可以哦。哦，好像可以耶。好，太好了，恭喜大家。我不要那行咯。哦，安尼，当创啥？会晓走，哦，袂晓走，我都走，我都走，我都哭。我们不是香港人了，没有啦。我们笔记有没有笔记？我们蹭一下那个啊，不是哦，伊都无台文通选啊，无台文通选，就敢若有中文通选啊，这套有法度。看不要抓，至少不是中。那他全名是写中国香港啦。Haunted Mansion， 有几个大间厝就对啊。闹鬼豪宅 ，Rick Evans， 敢是读做 Evans？ 重要的笔记伫内底。过来咧，安怎？哦，安尼呢？哪是公事包？这长得一点都不像公事包。我要安怎掀？敢无法度掀？无法度掀？哦，还是伊就干，真正干那，它是一个包吗？好，摄影机，还有啥？还抱纸，伊写啥看无啦？哦，旋转物件哦，是安尼。哦，有够慢的，那人家慢，有够慢的啦。安尼就安怎看啦？数学无好呢，安尼。伊写啥 ？Abandoned house。拍远的厝，拍远的厝，了解。这是个写啥？哦，后壁无物件，好。过来咧，敬辉，敢是这应该是敬辉吼。哦，我会手呢，我会当看到我家己呢。我会当看到我家己呢。哦，我哪会安尼？卡一直咧。挑一个。Arson Mystery，Arson 上面是 Arson， 唔知英语无好。哇，有便所呢，我上介意便所啊。嘛袂当去，袂当创啊，行个雾啊！我甚至无伫镜内底着，无，我无伫镜内底。哎哟，我敢是人啊！还有啥？对啊，我的脚会迄个呢，我的脚上都会迄个，我都踮伫一个所在卖哦，我是安尼直接哇，人迄个大家若捌做兵的，迄个做兵的时阵，拢会讲迄个啥物上右转，你脚着爱照伊迄个节奏爱安尼打。好，这免你直接安尼，有呢，伊有呢。人迄个做兵的时阵嘛，拢安尼啊。向右转，1、2，伊无法度对着迄个，他个无法度，好无受控制的骹，好啦，凊彩啦，管遐济要创啥？还有啥？哦，啥物意思？我要掀册一定要踮倒顶，我无法度直接掀哦，还有即种代志。
Peter Hill。看起来无像咧耍恐怖 game， 但是爱安尼，迄个互咱的气氛愈轻松，我才袂惊啊，对吧？有人家己去调查，调查甲人无去遮。James Anderson， 可能是做兵 game， 安尼嘛是介恐怖，安尼介无聊呢，逐工扫涂骹，我啦袂当安尼讲，袂当安尼讲。伊的中文真正是有香港开的中文呢，小看啦，小看。OK， 毋是普通的鬼仔股，还有人真正伫遮失踪，所以咱得爱来调查哦。你们就是要看我吓到，会啦，早晚会啦，早晚会啦，早晚拢会惊到啦吼，毋免烦恼啊哈。若真惊到，恁着爱迄个，恁着爱甲猪冲碎得下，你们就要刷一排谢谢子仓，安尼知无？安尼才有礼貌。所以锁匙甲摄影机锁匙伫倒位？锁匙伫倒位？头拄敢有讲，我都无咧听呢。锁匙伫外套的落地仔内底。来哦，来去，来去，咱来去。这有这啥？咱来去 Peter Hills 的厝。我是困去呢。伊头暗暗午安啦，应该是午安。对，我平常时拢惯势暗时开台。2月较无，之前有甲大家讲吼，2月较无多开暗时，所以我就敢若会当趁这号做周末。就是拜六礼拜的即个下晡来开，无通选，较无通选，请大家忍耐一下。3个月，还毋知，伤早，还毋知，吼。对啊，2月应该开较少啊。老顶哪会遮久？袂叮当啊！马玲珠老师袂叮当，并恐怖 game 搁较恐怖。有啊。Auto save 哦。有够暗的啦，暗面蒙，已经行到即步袂回。我为遮行是滑头的意思，伊无互我滑头，啥物物件咧叮当？毋知。我敢是会当直接，我无都直接变过去。好，拍开我的手电。无听到声，才是正常的，好无？你讲迄厝拢拍远啊，拍远的厝有声嘛是无介正常，是咧讲啥？鸟仔呢？读笔记，毋是你写英文的，你无附翻译啊 ？I am reading this writing. I am 毋是你无附翻译，安尼你咧别个语言要安怎算啦 ？I am writing this down in case something happens to me. 我甲这写落来吼，因为万一讲我出啥物代志 ，I'm trying to enter Peter Hill's house again。我哥想要入去 Peter Hill's 因兜，搁有咧，这啥物字 ？Saw something in the window a while ago。一段时间进前我哪像有看到，伊无讲哪像，我有伫迄个窗仔内底看到物件。字有够细粒的啊，有够细字，哈哈细字。这字有够细字的，真正看到有够痛苦。Was that a child？敢是一个囡仔？No idea. Honestly, I shot my what? I shit my pants. 敢是？伊直接错晒哦 ，and ran away 。直接错晒，
啊，人就先走去安尼。Get it together, man. It's just your imagination running wild. 哦，迄是你想象出来，想出来，想象。That's it. No more repeat. 好，回答就是安尼好，无重要。哈，伊敢会伫内底有副翻译？哈哈有呢。多谢。啊，毋早讲呢。做些学到迄个咪咪，真正有够细致啦，吼哟。敢拍开？哦，头讲迄个 James 应该入去啊吼。哇，月亮够大粒诶！敢讲这就是人讲诶，外国诶月亮较圆，哦是讲较圆，无讲较大粒，好无代志。哈啦，我感觉一定爱去啦。耍一个 game 就爱互当做电子小丑，嘿，就无法度啊。嘿，这 VTuber 就是爱认命，嘿，敢若会当认命。已经迄个行到即大啊，吼，就欢喜做甘愿受啦。摔着头哦，哈，敢是磕着头壳？喂，起床啊，喂！起床，敢无法度？啊，看起来够疼诶。哈啦，你遮来，你就要离开。哦，我无手电啊，啊好，啊毋是你，你头拄仔位倒位入来，他会无倒出去啊哈？我连迄个空都无看伊，毋是有一个空，头拄仔毋是有一个空，空哪会无去啊啦？敢是想哦好，哈？检查，这是啥物件？摕袂出来，一支讲，喂，我用关起来。我会影，有影呢。这啥？干啊？哇，莫摔落来哦！看起来有够恐怖，真正有影啊！电话用要角色是真正好，毋是即条。还有笔记啊！好，即摆我知影伊有翻译甲我边端去看英文。哦，等甲门拍开，伊就为我的头，足大力整落。我毋知影伫遮倒偌久。哦，所以是厝内有可能有人哦，厝内可能有人。看到有人，伊知影有人要入来，伊就会甲你创治者，甲你拍昏去，才个甲你关起来安尼呢。所以咱是爱摕迄玻璃的碎片，安尼甲刮开就对啊。好，即摆咱有一支讲，一支讲一支长，讲一支长，偌长？有够长。啥物จิ้落？จิ้落，毋是จิ้落，จิ้落。莫连看恐怖的 game 拢会当安尼，要看人烧จิ้啊哈！创啊这午安欢迎你来食中昼饭，欢迎啊！足大间的呢。敢是 Peter Hill 有可能哦？啥物教堂？毋是教堂。好，回底就是无相信有迄个奇怪怪代志，伊讲这后壁一定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对啊哈。Mercury 午安欢迎啊，食中昼饭，欢迎。啥物遮尔长是啥物？
敢是我头拄仔讲诶，敢有做好笑？我这无算是大声叫哈，这应该不算尖叫哈，又免关带。哦，有一个头拄仔下班食饱，哎，恭喜恭喜，有食饱就好，食饱通休困。哦，鸡面。啊，这假面有啥无讲？哈，这边看起来做成面膜，无代志。啊，袂当滴哦，袂当滴。做好看，多谢主创。这敢有甲？这也无安怎？我小叫一下啊，这做一下效果啊，对无？互大家有参与这个。这啥啦？这啥啦？这啥啦？哎呀哎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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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是啦，唔是这啦。啊！这假面滴甲迄个你的面顶看起来可能会变青青。你是讲迄个？迄是老电影呢？迄个迄上班的。Jim 毋是应该是 Cage 是应该是 Cage 搬的，大家感觉电火毋是电火，我叫是电火迄个 break 呢，叫是开关，结果毋是，送个甲笔记藏伫遮这啥啦？知影啊，小等大声叫拢是咧做效果，毋是毋对，哇，哥布林小火锅欢迎你来感谢你的寄付，哎呦！会祝你生活充满 love。哎呦！多谢阿聪阿姐，多谢阿聪阿姐的迄个寄付，互我通好啉饮料好。小等放上了，我就随来啉。多谢阿聪阿姐，我当翕相啊。多谢阿聪阿姐的75块，今日讲较袂晓话。感谢啊，小等通好来啉一下咖啡，上爱啉咖啡。啊是 Jim Carrey， 我记毋对，叫是会读台语哦，嘛会使，安尼应该是哥布林小火锅者，我敢袂当叫你高头家，敢是叫你高头家，那或者顾老板，还是我叫你阿狗你经济你较介意的，你若是有想要甲我迄个放上迄个转播到你的火锅店，会使转播哦。我即摆直接，甲你讲同意，会使直接转播哦。头家午安食中昼啊买，这啥？这敢数字3，这看起来有淡薄仔成呢。这应该小等，若是这个 game 是毋是嘛是需要改一寡谜题是吧？应该是有这个改谜的成分，直接收款啊，对啊。想讲趁头家伫的，我就直接迄个讲一个，安尼大家较紧、较方便，免问来问过去。啊，锁起来爱找锁匙。是 Jim Carrey 吼，我即摆记着，毋是高头家啦，毋是啦，莫阁讲我音笑亏啊！这算共音吼，毋是即个高头家。锁匙是伫倒位？有够乌的，乌甲我无想要直接射家啦，会惊啦。啥物声啦？啥物声啦？搁你想讲，敢若是妖魔鬼怪？你是讲哥布林哦？哥布林讲妖魔鬼怪啊？哥布林敢有算妖魔？应该算那像嘛对吼，怪物之类的，可能嘛拢会当讲是妖魔鬼怪。那照安尼讲，嘛是有合理啦，嘛是有合理。毋知大家安怎想？大家当提供一下恁的意见。这啥？罐头？哈？得罐头尔，无啊？啥物？这是要创啥诶？马自力，阿慢欢迎。魔神啊，毋知影敢有烧哇？国外名词对啊，这就是爱翻译啊，这就爱来翻。这啥？魔神啊，小火锅，听起来那会变甲足恐怖诶。哥布林听起来足高追，你讲魔神啊，听起来就有够恐怖。
哦，毋过阿创啊，即有讲哥布林算是，就是甲人类较类似的怪物。安尼讲起来，魔神仔嘛是啦，嘛是啦。你若照安尼讲嘛是有通的款啦。啊，这零件是要小等要组合啊。无爱设计，敢通设计？计是要安怎设？计是要安怎设？这设定可能无遐高级。哦，你是讲哥布林通常是人讲较弱、较肉卡的怪物是啊？哦，会是汤煮汤，即支要创啊？汤煮汤，啊，谁人袂当举菜刀？我小等拄着鬼的时阵，我才会当甲扑啊。谁人无爱互我举菜刀啊？哪会当安尼对待我？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会当举卡仔，较汤的卡仔会当举卡仔，啊，袂当举菜刀？这无合理啊！这无合理啊！喂，像安尼讲嘛无错吼，哎呀，规章好好无错啊。哦，你讲个设计是互伊迄个有伊伊安尼甲伊迄个，甲伊射来射过去就对啊，射甲伊头晕。啊，我会当关门哦。啊，毋是，我毋是关门。哦，国中生会当甲高布林电死啊？有即种代志哦？啊？有确定？啊是照伊的设定，伊就差不多啊。咱有2楼通好去啦。哎哟，顾开讲哦，什么声？敢讲我一直顾开讲，我就袂惊。敢有合理？毋知，我尽量。什么？我想要翕相。Come back at 10:35暗时。啊，我都毋知影，我即马什么时阵呢？现几点我都毋知。哦，那会这这纸，这个是啥？好，先翕起来。高布林算是生本，魔神仔毋是。嘿啦，高布林摸会着啦。啊，魔神仔咱毋知啦，可能摸袂着。可能你无法度甲伊相拍，啊，高布林会使，你会当直接甲拍死。呜、哇，好冷又好，感谢好冷又豪爽的降落 ！Oh my god！ 啊，午安，欢迎，你好啊！我是阿辉，恁的网络好厝边啊，平常时开台有啥讲台语较济啊。我若耍电动，我若拍电动的较拢会是讲台语，想讲互大家迄个甲别人较无共啦。吼，想讲互大家知影迄个听看卖迄个用台语拍电动是啥物感觉？欢迎降落，感谢两个。我要安怎叫恁的名？Yakult Green Tea， 早安，欢迎。还有好冷又好爽，午安啊，欢迎你来。开台辛苦了，听到大家那个接降落都会说开台辛苦了，但我自己每次都忘记说。我迄个即马足惊的。啊，毋过我毋知影，我后一步要去倒位呢？因门全部拢锁起来呢，无一个通好迄个，无一个通开的。那是不习俗嘛？讲是生母安尼，无啥嘛？啊，照所以爱看你的定义。我感觉无法度走啊。毋是安尼。控制毋是控制，它也毋是控制。哦，控制伫遮啦。我会当走啊 ，Shift 会当走。哦，我会当开枪呢。好哦。欢迎加入直播，辛苦了。开台辛苦了。我一定爱，我逐摆拢袂记你讲。哦，安尼有走啦，伊是走无偌紧啦，走甲无偌紧，所以我才无感觉到伊有咧走啦。好哦，2楼嘛看过啊，是阁会当去倒位？啊，这也无互咱。好，咱来看头拄摕到的相片。
相片。线路的色水可能是对应无共的部分。线路对有线路，开关的排列对有开关。好，咱要来找线路甲开关。有够乌的，乌甲看无。这有够乌的，我听啥物拢看无。这门也无倒开啊，窗仔过来咧。搁会当创啥？哦，遮有物件啦！哎呦，一个人甲一个翁仔。好，过来。骗子！头拄仔的零件伫遮。头拄仔有一个是啥物？10点35分。好，35分，安尼，啥物？开门下。自动门。Peter 真兴出一寡题目，互咱摇就对啊。知影。所以迄个房间咱会当去啊！来，对一间灶爱怎样查？毋是迄敢是读灶？迄应该读灶吼。即摆较无咧用灶啊啦。即间是哦，即间啦。哟，翁仔，伊小等就会讲话，我知影。伊小等就会迄个甲咱拍对无？会惊啦！哇，伊的目睭会叮当呢。哎哟，足高级的哦。哈哈。袂当甲伊踢好，想甲踢者，互伊知影送才是老大的。啥物？你咧创啥？是咧庆烟是哦？这是啥物？有咧庆烟呢？毋是啦，是电视啦。伊早耍的迄个翁仔目睭嘛会叮当。对呢，有个洋娃娃的呢。对。028751欢迎你来。早爱一寡特别的行业，阁有咧用是专门迄个煮食的，专门有诶煮食的需要灶是吧？伊诶目睭是迄个目睭是设计做伊会当家己叮当的安尼呢。我知影有诶翁仔会，毋是讲伊家己黑白咧叮当，我知。电视哪会向拍开？好，阁有一个零件，阁有一块零件通啊用。头拄仔在咧叮当啊！你即摆才知Rick。目睭，毋是目睭皮啊，毋是目睭皮，是目睭哦。对呢，我知影有足济应该是目睭皮会叮当啦。对，我头拄仔想毋对去，对，我想的是迄种，无毋对。说是好。这个人看起来伤老啊，要翘去啊伊翁仔就伫边啊。伊敢是负心啊？敢是即种的故事？敢是家己的灵魂转到迄个潜入去迄个翁仔内底？敢是安尼？这是我的 Ultimate 的作品，一个足水的插头翁仔。制作甲伊制作是我上大的趣味，我会当感受到阮之间的连结有够强的，而且我对伊的介意较赢所有买来的插头翁仔。毋是即种负心，是负心，毋是负心嘛。
啊，有加有迄个甜样吧，冬瓜糖哦，冬瓜糖嘛爱用枣哦，原来是安尼。林硕暗安欢迎你来，毋是暗安，佮讲暗安，讲怪事啊！午安欢迎你来。哦，这应该是这个人好像上 James Hill 是吧？应该是 James 有这个戏感，有戏感。啊，毋过吼，伊毋甘愿着安尼死去，只要会当避免死去，伊啥物拢愿意做。我啥物拢愿意做，他会伫遮出现。啊，拜托啊，我啥物拢愿意做。目的就是安尼。安尼剧情就是安尼啊，就是伊要死啊，伊无想要死啊，伊就有一寡迄个邪恶诶仪式会当做啊，邪恶的意思，邪恶诶仪式通好做啊，着做诶，就一定爱杀人啊，杀人就害死足侪人啊。就安尼啊，就是即款的故事啊，对无？看出来啦，看出来就无通好惊啦，会惊啦，有够乌的，会惊喂！哎哟，佫无爱互我开门，看无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1 2 3 4 5 6 7 8。P 啊，你的 QRS 咧，你的 QRSTUV 咧，冬瓜糖有正大部分拢爱用机械，若是较古早味，也是爱用枣。哦，原来是安尼，啥物若是去插头壳内底安尼片仔，敢会变长？伊毋是，迄片仔会变长诶，迄身毋是人走入去内底呢，伊是家己角刺啊，雄就变做有灵性呢，无共哦。无共哦，毋是安尼哦，咱爱尊重迄个皮诺契哦。等下时间毋是开关排列，敢是700，敢是啊？这看起来拢无改成呢。安尼应该毋是吼，应该毋是啦。好哦，咱来找线索。哦，一块布，互一块布惊着是咧。好啊，门拢无爱开啊，拢无爱互我耍啊。好啊，门拢锁起啊，袂要紧啊。这内底个有啥？哦，这是700，安尼头拄仔看过啊啦。即间哦，咱头拄仔为即间来的。伤乌啊啦，会惊啦，莫安尼啦。哦，是安尼哦。原底故事内底，皮诺丘是互精灵李仙，还是仙女变做有灵色的？哦，是安尼呢。我叫是，伊家己雄有一工会晓讲话啊。哦，我误会啊，是我误会啊。哦，一领衫，他有人算算的，就甲 game 起摩卡油，太无，我就是要爱安尼啊，安怎？即摆是安怎做 VTuber 袂当想要创啥就创啥，拢无自由就对啊啦哈。拢爱配合拢爱配合别人心情啦。哦，是啥物件闹高去？我是搁会当创啥？创啥？我搁会当创啥？顺啊轻轻凊彩食。那是家己有灵色，安尼就安尼就成精。对啊，我想讲伊是成精哦。我想讲伊是迄个翁仔雄着迄个缘分到啊，着变做人啊。册图顶面的册拢无摆好，bad。毋是即个兜就已经无带人啊，敢若有迄个会家己叮当的翁仔对无？毋免要求遐济啦。迄翁仔遐细只，伊可能嘛摆袂着啦。册度遐悬对无？咱无法度安尼甲伊要求啦吼，请尿味果水体量吼。是，咱是个当创啥啦？一直看着家己的影，感觉足恐怖的呢。哦，无这头我看过啊，看过啊。我无报，
无报啊！东的故事才有成精。我伤惯势啊！我都已经惯势讲有足侪咱传统的故事内底拢有即种的迄个要素伫内底。我煞袂记西洋的较无咧安尼。哦，知影啊，甲册拄仔用较低，翁仔就会替你排册。敢是安尼？敢安尼？你袂惊哦？你袂惊？你袂惊？安尼恭喜，因为我会惊，我无法度。这看过啊？啊，真无报，我是有啥物件漏搞去啦？哦，遮。哦，这是头拄仔迄张。这敢是这？上正边中上正边，呵，佮摆一个迄个买意的会使啊你？对，日本嘛有，中国嘛有对啊。啊，西洋应该是无啦，应该是无哦。什么？哦，5W5。这影嘛相识，感谢安尼。你会晓台本？等下看无？看无？上啊？上正边啊，过来到中，过来到上正边，对啊，应该是安尼无毋对啊。顶来一摆，暗号对，应该是暗号吼。咱先来到上正边，伊就会安尼 5W5。安尼应该 5W5 吼。这啥？哦，这电视啦，头拄互电视惊着啊。哦 ，5W5 暗号，敢是遮的暗号？啊？哦，伊头拄仔迄个 F 嘛是爱用着好，所以咱搁开24门啊。啥物？是安怎要安尼甲我吓惊 ？Give up！ 伊叫咱放弃，我袂放弃 ，Never gonna give you up。哦 ，What？ 啥物？门关起来啊，小伙计加油！好，多谢女王。我会加油，我尽量莫互伊惊着。Never gonna give you up, never gonna。门关起来啊！刻盘，遮头有一块刻盘，遮个有笔记。看故事。某一摆做工课时阵，拄着一个号做 Will Morris 的神秘学者。后悔更较旺的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后悔更较旺的？神秘学者，伊讲会当替我迄个战胜甲我接外的即个病。伊的想法有够小讲的，毋过我已经无通选啦。无论安怎，我拢会死，所以我已经无啥物通好失去啊。好，应该就是做一寡奇奇怪怪的仪式啦吼。才有火，知影有火，应该是爱来即间找线索，找话袂讲。找线索啦，找着线索来解即个刻盘的即个谜题啦。开关，爱拄物件入去。这是安怎落落来？有够乌的，有够烦的，它会叫乌咯，乌蛇蛇。直接扭啊！这电动敢有手电啊？
有啊，一开始有手电啊，毋过随歹去啊，因为咱迄个走来即间厝的时阵，就跋倒，跋倒就甲咱的手电，迄个直接底互歹去啊，所以就无手电。你哪会伫遮？你甲我偷看哦，无礼貌啊，囡仔人。谁拢爱叫伊？毋是你看到一身会家己叮当的翁仔，你的反应竟然是叫伊过来，他有可能啊？好啦，关门，袂当关门。我敢爱过去啊？因为我即摆嘛无线索。我较无想要过去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会惊，我会惊啦，我会惊啦，我会惊啦。伤有叫笑，我无，即个电动的主角有我无。对啊，伊的反应哪会是叫伊过来？是安怎啊 ？Give up 伫涂骹，我袂 give up。Never gonna give you up。总打欠打的时阵，咱就爱唱歌。Never gonna give you up。Never gonna 行过去啊！行袂着顶，好多谢。我要着啥物顶？我是会当着啥物顶？好，因为伊主角是讲你甲我过来，所以伊是要甲伊约的意思就对啊吼。即间开啊，变锁，即种涂骹，这敢毋是咱上经典的阿嬷兜的变锁？阿嬷兜的变锁。齿轮伫遮，伊太坐伫遮袂叮当，伊是无电哦，伊是无电呢。我感觉我小等出去，伊就随甲我约咧，安尼我爱倒体行出去较袂惊，哈，我敢有法度倒体行倒转去，敢有可能？哈。会使呢，技术足好诶，技术袂歹，毋过我是要来即间上，安尼我甲试一练。什么声？浴缸毋是迄个经典，毋是即间我直接走毋着间。哎呀，我都袂晓认路啊，我太有法度，拢无咧认路诶。即间啥？真正看袂着啊！还是爱面对。伊太无互我关门，太袂当关门，我会惊呢。结果伊无约过来，好，咱就安尼哦，摕着一支锁匙，所以咱个要来去另外一间，就是伊装出来，我都袂晓认路，甲安尼甲我虐待哦。对，一间是放物件的仓库，储藏室应该人讲仓库吼，仓库敢是即间？是是即间，有够乌的，咱是要看啥？我的观众朋友看会到，有光。哇！啥物件？头拄仔迄是啥？头拄仔是啥物？好啦。咱有即个，哇哦！好，跋落深坑，伊甲我整啦，有够歹诶！好爱过圣诞节拢迷路，喂，伊咧创啥？叫是伊咧卡我诶手咧，会惊，结果毋是咧卡我诶手。Hello， 伊个甲讲推啊，刷位刷较远诶，伊甲伊刷较远诶，有够好笑诶。无伊无讲手，伊个伊讲我诶头，伊无讲我诶手，伊讲我诶头尔。
监禁，毋是监禁，毋是监禁，莫黑白讲，这毋是啥物监禁 play 咧，这单纯敢若监禁尔。太安尼，伊放我出来哦。伊想啊，无爱直接甲我讲公司，看无？好，他的阿英，午安欢迎，来看我红会惊，会惊，真正会惊。哦，真正有啥物仪式 ？Will Morris， 所以有某一种仪式。Will Morris 就是迄个头拄有讲神秘学嘅学者对无？神秘学者，对，伊讲会当替即个 James 战胜伊的即个病对啊，安尼我看有啊。好，这啥？头拄仔迄张对无？正平中正平，是。啥物毋是监禁？毋是，就讲毋是，莫伫遐了。恁遮的人，头壳内底拢缀遮有诶无？啥物？为伊诶腹肚喷火啊！迄个，这看起来就是负心啊！莫伫遐失望黄脸，我讲有机会，我再过来加看有即种，看敢有即种诶迄个 emoji。啥物会惊三棒甲两听，这是啥物？敢有安尼讲诶？好，安尼我佫学着。我敢若真正捌学过迄个一两三四惊着无代志，怎啊佫学着一个会惊三棒甲两听。今暗晡就要来举行即个仪式啊！敢若希望仪式会当成功。其中佫有一个迄个欠点，就是即个仪式需要人做祭品。哈？伊有拐一个迄个女学生，毋过伊无法度，啥怎伊无法度？对我父权的时刻，啥怎熊有父权的时刻？我敢若知影咱莫后白讲。无锁，两间拢无锁。对啊，甲人怪佫嫌讲伊无法度无路用。佫有啊，咱愈来愈知影即个故事啊。原来是祭品召唤，毋是即出呢，毋是即出。甲翁仔囥倒转去，我翘起的时阵，伊就会当进行伊家己的迄个职责。我惊死，毋过有讲这毋是伊头一摆安尼做啊。毋过若是插头翁仔歹去，内底的灵魂嘛会散去。好，比起父权母权，比较喜欢自己掌权。是。咱爱做家己的主人，果然还是自己关门，敢是？哈？这是头拄仔迄个，这是囡仔人诶，伊有囡仔哦，伊敢有囡仔？是安怎会有即个看起来是较矮诶桌啊？这面层看起来嘛较短呢？毋是啦，我知，伊是迄个。即个插头翁仔，伊的迄个，伊着较细只，所以互伊迄个囡仔人的面层是即个意思，应该是安尼。这仪式要求足济有影，我看卖哦，700，所以是什么意思？看无，记袂掉。你说这法术替你趁钱，敢是安尼？我真记袂掉啦。咱毋免看色啦，咱着爱记有几粒就好啊。2粒、3粒、4粒、3粒，好。3粒、4粒、3粒，安尼啦。头拄仔图会用着，对，用着啊，水啦。掠图掠啥物？毋免，袂要紧，我会晓算数字。无代志。
搁有一支 UV 的，即支是 UV 的是哦。头拄仔咱掠伫手头的迄支是拍毋见是哦。啊，敢讲咱爱找4支啊？咱爱找4支啦。好，咱爱找4支。我数学真好，多谢多谢，是你毋甘嫌啊！翕相，这应该嘛是小等会用到的吼。应该无绕高去啦。哦，这闪死，这啥？哒哒哒哒哒哒哒，闪死，因阮心相比。嘿啊，4支就当斗铁机啊！我头拄仔嘛咧想这。哈！你爱为着这去换电火球，你爱为着这雕工去找一粒电火球哦，敢着爱安尼？哦，外口是啥？啊，是反光。敢还有别间房间？这间有够乌的笑，夭寿骨。那个倒来1楼啊，好。啊，无通开。咱讲有啥物无用到诶？这把无用到啊，要咧找了，不咧个，要咧找不咧个。所以咱无线索呢，所以应该有开新诶房间才对啦吼。敢有？头拄仔敢有即间啊？这是咱出来的所在啊！这是咱这笔记呢，用袂着啊！头拄仔有一个翁仔啦，头拄仔有一个看起来是咧讲酒掺的翁仔对无？即只敢是？毋是哦，我叫是要拗伊的手甲拗伊的骹。那安尼应该毋是。好哦，咱个会当创啥？灶骹嘛去过啊，对无？灶骹咱嘛去过啊。这到底是要创啥的啦？互我这个罐头是要创啥的？奇怪啊！咱爱找电火球啦，有讲啦实在哦，记住够歹。咱来看对有电火球，头拄仔有一间仓库应该有电火球啦。是咱爱掠一粒，袂当直接偷摕哦，就是直接摕一粒来用就好。对有电火球，仓库是对一间。这敢会有电火球啊？这粒掠袂着。这嘛袂当开呢。变数仓库是伊无地图。这是仓库对无？头拄仔咱有来，这是仓库。毋过我会跋落，对无？我定会跋落。我已经差不多要跋落啊。跋落，哇，无步，我是跋到倒位？想着电火球，就会想着，迄是电火王，迄无共。到最解穿的电器啊！奇怪，这张头有看过啊？有，这张有。毋早讲咧，原来就伫遮。香港嘛是用这2个汉字哦，嘛是号做锁匙哦。伊是讲锁匙呢？原来是安尼。毋是对一个，我毋知对一个。骗字用袂着。头拄是对一个需要锁匙的，我煞袂记啊。倒位2楼呢？2楼房间较济间，敢是？应该是啦，吼，这头拄才来过。
啊，去咯啊，去咯啊，去咯啊！诶、手撕贴手撕，毋是，毋是安尼。哦，有够乌的，有够烦的啦。对无？咱是爱换遮的电火球啊，锁匙。好，咱来二楼看卖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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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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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惊会惊，我真正会惊，我甚至毋知影要走去倒。哈？牡蛎摸牡蛎，啥物牡蛎摸牡蛎？啥物？敢是话音？敢是日本话话音？伊原底是一支歌对无？我若无记毋对，伊原底应该是一支歌。啊，才互人杀来做中文版的对无？哦，你介意迄个歌词内底迄个高矮不在意，也不管你几公斤，袂歹啊，确实袂歹啊。嗯，对有毒啊啦！先差2支啊，搁欠2支。咱队伍拄仔是需要锁匙的，我煞袂记。怪奇。啊好，当这来找无咯。嘿啊，伊原底是日本歌，我若我嘛会记你原底应该是日本歌吼。啊，我若行过来，佫会跋落。啊，到底是倒一间救人？到底是倒一间？我已经惊到要吐啊！敢会当莫安尼甲我虐待哈？都毋是这啊，嘛毋是这啊。原来是日文的翻唱的，恁爸爸妈妈拢无甲你讲，反正爸爸妈妈嘛无一定知影啊。这可能毋是真侪人知影呢。应该是讲我知影有真侪人毋知影啦。愈讲愈复杂。队伍社，我都毋知影队伍社咧。哦，无倒开。队伍社啦。原底的歌名叫做《伊心电信》，敢是安尼？啊，这啥物意思？这我袂晓。啊，是咱先来看，敢有法度解即个谜题？对啊，原底是日本歌。你看，我著讲足侪人毋知，我著讲足侪人毋知，对吧？对吧？色还侪啊，兄，毋是安尼，毋是即个色。啊，这是迄个啦，迄个不勒家的迄个线索啦。啊，咱要是爱找着咱的迄个图啊啦，锁起来图啊啦，不勒家伫遮毋？对一个图啊有锁，是对一个图啊有锁，你甲我讲，你甲我讲啦，好无？对一个图啊有锁，对一个。对一个啦，无想要伫点是即个所在有够恐怖、有够烦的啦。啊，救人！倒一间也无开啊，敢毋是1楼？哎，找着啊！电火球，耶！电火球，耶！好，来，啊是倒一间？是倒一间咧死？应该是
啊！第一楼啦，厉害吼！啊，多谢你的学了，欢喜啊！恭喜新电火，对来，通好来换电火个跳落去，大家欢喜。是倒位？啊，遮啦，电火球，等火子看到电火球，毋知要安怎电？换好啊！过来咧！换好啊，毋是要看册哦，安尼就是要敲房间啦，来敲看卖敲会到啥物敲无？啊，这要是作暗的，看无啥有。哦，安尼，这有够乌的，这看无？安尼啦，安尼啦，人生阁有希望啊！开，阁是锁匙，太遮济锁匙，厝的锁匙，所以咱是会当开咱的大门是啊？伊的大门是为外口锁起来的，啥物意思？还是伊内底嘛有锁，通锁？所以伊的大门是内底有锁匙孔，通好为内底锁起来，锁起来佫袂当开的呢？干嘛呢？敢是安尼？咱来看卖，伫倒位？大门是伫倒位？我真是找无路，做袂晓认路诶。酷啊！大门通好倒走咯！莫个转来啊！通倒走的时阵就倒走，毋通过迄落。你通好，你要吹你这是啥物？电铃哦！这是手电咱有手电啦，水啦！Rick， 你是咧创啥？对啊，伊伤过迄落，伊伤过敬业啊！你通倒走，你哪会毋走哈？你啥那无愿意走？头拄仔是送咧哀，头拄有听到一个人咧哀对无？毋是咱要去倒位啦？我毋知去倒位。爱向伊学习无？无爱。或者迄落一头车样，随人顾性命哈。对啊，咱爱先保全咱家己啊，袂当安尼，袂当一直拢干那想着爱救别人啊，咱爱救家己啊，拍袂开啊？拍袂开？爱安尼呢？敢是有锁啊？卡巴其实就是迄个广告对。找无这毋是世间上强的武器，对无？这敢毋是世间上厉害的武器？好啊，咱免惊啦，毋免惊啦。咱需要找着 pincer 才有法度来拆的意思就对啊，是啊。好，咱即摆有上强的武器啊，还有啥？莫插辣椒啊！迄台湾话安怎讲啊？撬棍台湾话安怎讲？敢有人知？即我生活中较罕得看到，我真正毋知。开门。
啊好锁起来，你是袂晓弄门呢？门锁起来，你也毋你袂晓直接用弄的呢？哇哇哇哇哇！闪闪烁烁，阮心相比。啊，啥人会当了解做 VTuber 的悲哀？暗暗流着目屎，也是叫甲笑嗨嗨。啊，当然啥物情形？哦，马路哦，还有这马路哦，学着啊，学着啊。好，咱有马路毋免惊，咱有上厉害的武器啊。奇怪，啊是咱爱转去厝内底，厝内底阁有啥？好，我即摆开始，我小可毋知影家己即摆的目标是啥？即摆的目标是啥？伊是摕袂起来呢？敢是摕袂起来？什么意思？好啊，咱阁需要，咱阁有啥？咱有马路啊，咱的笔记无新的笔记啊，咱有对一个卖茶要卖咱即马不咧甲的迄个韩多鲁阁有2支要找无？啊，阁有是咱毋知影安怎出去，对，咱暂时毋知影安怎出去。头拄仔迄车敢袂当驶啊？等。头拄毋是有一台车？头拄迄台车伫倒位？哇！伊走嘛走无偌紧诶，这个速度是用走诶哦，这毋是行路，这是用走诶哦。伊走足慢呢。车伫倒位？车的锁匙啊，毋过啊，所以是头拄啊，迄个无法度早走诶，固定诶，迄是爱互咱甲迄个锁匙用互得诶啦。甲你走共款，我嘛是啊，我嘛走无偌紧啊，无啥人走。啊，骹目去是安怎无愿意走？哦，我完全记袂牢倒位是倒位啦，哈哈。头拄迄个是啊，敢是伫车后壁哦？我影头壳歹哦，头壳有够歹哦。对一间，敢即间应该是即间啦吼。即间啦，啊伫后壁啦，对无？伫遮啊，甲用互得。耶！车的锁匙，来。赛车啊，毋是要互我赛车，袂当赛车呢。我想讲，我赛车啊，我着走啊，我着车驶咧啊，我着直接开出去啊，迄个门嘛免开啊，着直接弄过就好啊。啊，你啥人无愿意走啊 ？Rick，放我出去 ，Rick， 你啥人无愿意走 ？Rick，Why？ 是安怎？是安怎 ，Rick？ 破病哦，生气啊！西克，这应该是西克吼，是吼，西克。哟，阁有卫生纸，哦，袂输闻到迄味共款，我先来选啊。啊，阁有啥物件？一支尔，阁欠一支呢？啊，有人看到驶着足欢喜的呢。太安尼，你哪会安尼生？咱阁有迄支马路会当创啥？毋知，应该是用会着。奇怪，啊，是毋是拍袂开的门拢会使用迄支来解决啦？应该是啦吼。敢是安尼？
所以咱2楼应该也有房间无去过对无？2楼哇，有加一粒手电，有影较安心哦。多谢手电，互我的人生阁有光彩啊！对无去过，还是拢去过啊？拢去过啊呢？敢是？啊是讲咱仓库是毋是？无要过啊！我叫是仓库是咱要过去呢。哈，迄支是要创啥诶？跳哦，有我诶骹只诶呢，有我诶骹只。是要开啥？沙无涨，沙无涨啊！哦，笔记呢？是要开啥物咧？后一步要为倒位行咧？奇怪，逐间拢有去过吼。哦，咱是为遮出来，阮真正袂认得咯。哦，所以咱头拄互人关伫遮啦，关伫遮啊，毋过无法度出去，就敢若关伫遮啊，过来咱就出来啊，咱出来了后，就即几间嘛，就是即几间房间嘛。啊，即支是要创啥诶？啊嘛毋知。啊，这是要创啥嘛？毋知啦。啊，这空诶啦。啊，过来咧，过来要创啥？这嘛无啥物物件。这嘛拢开过啊。过来咧，开关咧，电火诶开关啥？对无？这嘛用袂着。好哦，啊，正手边是即几间。内底有物件？无啊。头拄仔有光光，头拄仔我哪会看到光？哦，伊咧反光尔。好，即间嘛无，对无？即间嘛无物件。有够老诶啦！即间嘛无。好哦，过来咧。哇！1楼拢超过啊，对无？拢超过啊，拢，哈！我袂当直接用迄开门哦。啊，迄支是要创啥诶？即支到底是要创啥诶？只要有够额诶力量，我就会当。所以我是气力无够呢，气力无够好哦。啥物做卤肉饭？哦，做卤诶，所以做卤肉饭是啊。敢是安尼？哦，老死，老死！这嘛袂当直接开。啊，你迄支到底是要互我创啥诶？我是有倒位无开过啊哈，煞袂记，煞毋知。这也无啥，无物件，对有障碍啊，对有障碍，通互我迄落啥物卤肉饭好食啊，嘛是爱看啦，嘛是爱看。有诶肉色饭，家己互做卤肉饭，啊，你食着诶时阵，你就会有迄个互伊欺骗诶感觉，你就会感觉哦，搁较卤啊，变卤肉饭较卤，变卤菜较卤。
奇怪，这支到底是要我创啥的？啊，对有障碍啦！啊，这个有啥？有够乌的，气死！对啊，一支啊，啊，佮欠一支啊，佮有一支，毋知伫倒位啊？生气啊啦，生气啊！佮有一支到底伫倒位？佮差一个我知啊，这敢袂当上去？啥袂当上去？啊？这是创啥诶？这应该早晚的，互我会当上去才对啊。佮有无？佮有啥？无步啊，佮无步啊。即间就安尼尔哦，即间就安尼尔呢。哦，你头拄真正去食丹丹哦，恭喜啦，恭喜啦，丹丹好食啦，恭喜！啊，安尼搁爱出去外口？啊，安尼敢会当出去外口？太遮忝。好啦好啦好啦，外口就外口。这拢无创物件啦吼，应该是无啦吼。怪奇，怪奇，好哦。啊，敢是爱开迄个锁起来门？这毋是，搁有另外一个门。我头拄会记，搁有另外一扇门。讲甲到做甲到，真正有去食好，袂歹。你有食了欢喜，我嘛小可欢喜啦，替你感觉欢喜。当时有即个所在啊，头拄无来过遮，这是正哦，敢是正？对，应该是正。有甲我的朋友翕相好，多谢，安尼我嘛算是有食着，多谢，欢喜啊，欢喜啊，满意啊。奇怪，头拄毋是搁有一个啊？遮，啊，毋是哦，敢毋是安尼开？啊，迄支到底是有啥物路用？哈啦，哈，我搁会当创啥？我搁会当创啥？敢是毋是 underground？这是位地下室的啊！过来咧，我搁会当创啥？我嘛袂当上车啊，对无？袂当上车啊！毋是送关门的，我也无关门呢。哦，恐怖！哈，我搁会当创啥？啊好，啊西学啊嘛无啥物路用啊。西学啊要创啥？遮搁有啥物件？无物件。哈？哦，啊毋是这，个是要开遮的。哈？啊好，毋知影后一步要创啥啦？
救人哦。电火遮嘛无物件。哈？哈？哈？诶、诶、这是二楼是哦？二楼遮敢是会当出去诶？应该是袂当啦吼，应该是无法度直接安尼为二楼出去。嗯嗯，哈，无所在通去啊。敢有摕到拖拉库后壁的 Vice？Vice 敢是即支？即支敢是叫做 Vice？啊，啉者水。Vice 是啥？我煞毋知。头查者。嗯？哦，即支是 Crowbar。哈，我是毋是应该头查者迄个？有啊，我有伊啊，伊敢会当摕出来？嗯？伊会当？啊，伊头拄有红仔呢？恁敢有看到？我应该有看到，我应该无看毋到哦。好，我若看毋到就看毋到。无。好，啊，毋过咱要来。也是有。安尼应该是有才对啊。太无。头拄应该有啊。我会记得头拄应该有摕到啊。啊是即支啊，即支啊，敢是即支？啊，伊无互我摕呢，太会安尼？因为我头拄应该是有摕到遮着，伊敢是有 bug？伊可能有 bug 呢。头拄伫这附近啊，头拄伫这附近，我有看到啊。啊，毋过我诶迄个物件，我诶迄个落地仔内底无呢。啊，是我应该定心搁入来看觅。对啊，哪会安尼？哪会安尼？袂要紧，咱搁试看觅。咱搁入来好啊。咱搁读一下即个头拄仔诶记录。继续好，继续。有啊，伊应该有自动诶迄个记录啊。我看伊是有自动记录诶。哪会安尼？哪会安尼？哇，
若像有减一寡进度，好，袂要紧。手电有手电，开电火。无啊，哈，头拄仔明明有啊，我是毋是做毋对啥物代志？应该是伫遮，我头拄仔若像伫遮有看到呢。好啊，太会安尼，太有可能，太有可能。太有门的声啦。对无？车的后壁啊，车的后壁啊，太安尼，好，哇！这应当是 bug 啦。这若是 bug， 应该无可能干那有我拄着呢。我查看卖哦。Puppet House Vice Bug。头拄离开车库的时阵，敢有看到病？我看卖。离开的时阵，敢是遮？敢是即个？有关车门的声对无？对。病？对有病？也是伫迄个，伫即个病啊？敢是即个？无呢？拢无的款，也是即个。天花我无看到天花，哎哟，天花环境你来，伊太伫遮，这红仔太伫遮。天花午安环境你来。攻略是写讲离开车库的时阵，为正手边去，正手边有一个 shed， 所以是即个呢？敢是即个？原来是安尼呢。我叫是伫车的后壁咧，敢是即个？我着爱找一个办法入去就对啊。遮有一个门，对无？有。爱拆即个门啦！感谢猫咪果水的即个替我倒茶。我爱拆即个门才会当。原来是安尼。所以我叫是伊迄个 pincer 是，迄毋是 pincer 哦，说遮的才是 pincer。去耶！我入来啊！耶！有通耍啊！多谢。去所以我遮应该爱。我知影伊是汽油啊。过来咧，我要爱汽油创啥？放火烧厝。好诶！
哦，我会当爬马椅，倒下，无啦，无要摕刀甲人射啦。无咱改做讲落力好啊，落力啊，出现啦！歹事，你创啥？伊甲我杀，有够歹诶！真正无咧惊呢，咱 Rick 真正无咧惊呢。有马椅会当叫翁仔替你排你诶册，倒下，毋是倒下落力。翁仔足好用诶。耶！咱会当去捡迄个，咱爱想法度出去诶。放我出去！救人！放我出去！啊，我要安怎出去？哦，爱用爬。哦，有够忝诶，安尼爬来爬去诶。过来咧。喂，开门。啊，爱用爬。举头就会看到翁仔，无翁仔。好，通来捡铁门咯！铁门。哦，鸟鼠，毋是兔仔。我会记你遮有一个门。开！哇！哎哟！你太会知，你偷看剧本啊 ，Rick，你真正是你真正是偷看剧本，你才会知你是咧，卖假，你才有可能知影哈。好啦，找着就好啦，实在哦。鸟鼠有够大只，会惊，结果毋是鸟鼠。我要安怎甲你称呼？敢是叫你圆？敢是叫你圆？我毋知。午安环境你来看。我是火鸡的网络好出片啊，耍电动的时阵拢会讲台语较济，大家当听看卖哈。啊，子母车诶，捡铁门应该有一个是会当捡开的，应该是。哦，叫你圆好。还是我叫你阿元，敢有较亲切？你若讲会使，我后摆就叫你阿元。奇怪，敢毋是伫这附近？应该是伫这附近啊。哦，趣味吼，安尼看台语的台好，安尼你会当定定来看，因为我明仔载要用台语讲一寡最近的新闻，所以讲最近就是一礼拜的新闻就对啊，所以明仔载会使来继续看哈。很有趣，主播最爱玩恐怖游戏。莫别讲，我每次都是被逼的，好不？我才无爱耍这种的，我拢是互大家逼的。好啦，咱先入来，先来解迄个布雷甲，有迄个布雷甲的谜题。后的是倒一个部分？后的是迄个爱耍恐怖 game 的部分，还是台语新闻的部分啊？我不要再玩恐怖游戏了，我受够了。你在创啥？哈，你给我回来！人咧？无，伊甚至毋是人。佮会使耍还愿无爱啦？还愿嘛，好啦嘛，算经典吼。其实我有耍过，啊，毋过无伫放送的时阵耍过，因为迄嘛足早，迄个 game 嘛足早。啊，就看到迄个台湾的恐怖 game，就想讲好来耍看觅，所以迄阵打出我就有耍啊。哦，迄嘛真久啊呢。恁熟悉哦，0287甲阿元恁熟悉啥？我看觅啊，应该是爱听迄个曲盘伫倒位？听迄个曲盘才知影，迄个不咧甲安怎摆？毋过曲盘伫倒位？曲盘伫倒一间，绝对毋是便所。曲盘伫倒一间，嘛毋是即间。伫遮啦，是咧。
中央顶面下骹啊，伊无第三呢？哦，有，哦，所以是中央顶面中央，搁下骹，煞袂记啊，记住到摆。中央顶面中央下骹，应该是安尼，应该是安尼。啊，不对，家己倒位，应该是伫即间啦吼。好来，哦，安尼是中央顶面中央下骹。好，啊，3楼。好来，爬椅，3楼。好，伊绝对会撞出来，我准备好啊。哈，无撞出来哦。啊，伊还伫车内底，你毋是伫车内底？伊是摕啥物件甲我牵？Get out of my house！ 哈！哇！Peter 伫翁仔内底，你即马才知哦？哇！这是啥？有够恐怖诶！伊直接，哇！这真正刀射呢，伊真正摕刀仔甲咱射哦。敢是，伊真正摕刀仔甲咱射，真正是刀射哦，救人！靠腰咧 ，Peter 伫翁仔内底，你即马才知，这毋是一开始一看就知影诶代志。你甲我讲你即马啊，我真正是这个 Rick， 我真正是无法度呢。这个 Rick 真正是啊，刀术啊！一粒刀术，这敢无算笔记？这无算笔记。对啊，他有这种的侦探嘛哈。相片，刀术，笔记顶面画一个刀术，啊，附近有一个湖，湖的中央有一个刀术。Peter 的。所以咱爱驶船过去。好，咱驶船过去啊，看遐有啥就对啊。有啥物件？无安尼。应该无物件啦吼。足惊有物件绕狗去的，应该无。有这啥？哦。Damn it! I have to do it by feel. I have no other choice. 哈？青色的是对的，红色的是唔对的，干嘛呢？所以应该是安尼。啊，唔对，应该是安尼。啊个安尼，啊唔对，呵。直接用摇的，安尼，锁匙，窗内地下室啊，袂当跳，好啦。过来咧，咱爱来地下室，过爱驶船去另外一，毋是另外，该驶船去倒数遐，过会当安尼，伊就叫我，伊头拄仔迄个伊的台词，就讲迄个即个机关，我敢若会当迄个临机应变啊，我就想讲临机应变，毋就是爱我用摇的，好，我就安尼用摇的，无要安怎？伊敢毋是叫我用摇的，我应该无误会啦吼。地下室是对一间？地下室，我会记得头拄仔有一个，毋是，是厝地下室还是？台语俗语话袂晓驶船嫌客，我听到是袂晓驶船嫌客
也是话，就是讲迄个你技术歹啊，是你驶船的技术伤歹，啊，你搁嫌讲即个溪它会遮细条遮矮，啊，其实是人的问题，就是讲迄个检讨别人较勤刻，我哪像嘛有听过，我毋知影我的理解敢有正确，地下室是倒位？奇怪，啊是外口，啊是伫外口。咱当做是外口好啊。哦，哦，对嘛，有可能是无共所在的讲法无共，对，这真有可能。对，好是，从来捌听过吼。我嘛是定定有一寡无听过，拢爱靠迄个观众朋友大家分享才知影的。真趣味，大家若有介意迄个任何台语相关，拢会当来我遮吼。当来讲一寡台语的话题，我拢真欢迎啦。奇怪，头拄应该有我头拄哪像有看到有一扇门是会当去下开呢？共款意思嘛，有一个较粗鲁，这我毋知。哦，无内在搁嫌加死歹哦，敢是？是迄个有一个药仔的广告有咧讲的是无？意思是毋是小话？意思哪像小话吼？就是讲你有问题啦。啊，你无问题，你就检你有问题，你毋知啊？你拢检讨别人安尼，毋知通毋通讲啊？敢会做迄个诶？敢会做粗鲁？若普通就会使讲啊。这袂当直接开好。哦，对，我有我的 Discord 会使为迄个资讯栏，就会使看会到，啊，就会使加入，会当讲做者台语相关的，是，感谢补充啊！袂当煮饭是厨房有问题，毋是你的问题，呵，对，一定是安尼。哈？啥物件摸袂着？咱是要创啥？煞毋知影咱刷来要创啥？我迄句较好听，佫有较歹听呢？佫有哦？安尼我真正毋知，我真正无听过呢。安尼我就真正无听过啊。奇怪，啊，我这汽油是要安怎迄落？我知影这是汽油啊。啊，我也无干那通好缀啊。好，刷来，咱要创啥？我煞袂记咱要创啥。哦，地下室的锁匙，是。地下室要安怎落会去？这间是啥？这间敢有地下室？头拄有一个门写 underground 啊，这呢？这啦，地下室啦。马上来，水，欢迎你来。安尼咱 Discord 佮加一个朋友啊，水。哦，变电箱，有压缩哦，迄敢压缩桶，这敢喷桶啊？这是喷桶呢？哇，这做兵的时阵嘛是即款的做大坑的喷桶。哦，地下室，有脚步声。哇，有水呢！哟，做太高的啦！有够太高，我无法度。迄水有够太高的是咧。来，这是下水道哦。哇！直接跋落，我的骹，哦，有够疼的，哦，伊真正歹命，喂，你哪是遮啦？我都开哦，哦，顶面阁有物件，好来，哦，这当爬哦，
有够用诶，有够用诶啊！哇，真有力哦！啊，笔记。哦，除了袂生个欠拖厝边，个有一个是袂收个牵拖，有一个物件大球，是，这足经典的啦。啊，头头说无想就是即句啊，即句我有听过。诶、好 ，James 的笔记，毋知伫倒位，毋管伫倒位，拢会当听着迄个插头仔的声，伊去甲我迄个狠狠揍一顿。OK， 拍开大门，就会当去找迄个细只船。好，地下某一个所在应该有护身保护护身符，保护身符，对，有护身符。开门袂当开，好啊，门拢袂当开啊，安尼要安怎算？后壁迄句毋通讲，嘿，咱知影的人就知影，毋知的人就毋知。哎，跳，遮有路呢？有影错路啊，毋过嘛是足有力量啦。这是啥？这幅图佫是啥？咱来看觅。仪式足成功诶，所以即马伫插头红仔内底啊。毋过有一寡，迄敢是囡仔人，有一寡囡仔人咧甲伊高甜。啊，毋过有一个囡仔人发现即个地下室，所以伊就趁伊就趁人咧解谜诶时阵，甲伊杀死。所以做即个谜题诶用意是拖人诶时间，会当趁人无注意甲伊杀死的对啊。了解。囡仔人有伊无喙毋通问。毋知影迄是啥物，袂要紧，无需要知影哦。无迄个物件嘛会当活甲真好哦，所以无一定爱知影哦。我感觉我会互伊锁起来呢，无就是伊会熊撞出来，甲我吓惊呢，对无？这看起来足明显的啊。好，我真正爱啉一下茶啊，啉一下茶，小等下哦。我想讲是安怎有钱包咧？原来是受害者的迄个个人的物品啊！了解，这有影袂当单调哦。无怪，这太牵一条线，这牵一条线是要创啊？牵到遮来，有卖茶，啊，咱有啥物线索无？无，咱无线索。开关排列，这开关排列是用伫倒位？我煞袂记呢，我仍袂记。开关排列，敢是这啊？毋是哦，毋是。开关排列，所以毋是。哇，安尼咱搁爱找线索啊？好哦。应该嘛毋是伫遮啦吼，毋是。有物件无去啊，所以欠一个零件，应该是欠一个零件。下骹搁有啥？即间敢会当入？袂当，即间袂当入。门，门是当时关起来的，啊是我头拄根本就无来遮，应该是啊，遮啦。等下看无啥有。这空的圈仔是无叮当过的，好，安尼应该知影。
来，有即条线足方便的啦，找袂着，就免惊讲找袂着路，看这线就知影。我去看一摆，相片伫遮暗号，所以是这4粒是哦，应该是有4粒，这4粒，对4粒，袂记啊，记伫有够歹啦。啊好，中倒边啊，搁有迄2粒，好哦。这是中倒边甲安尼，过来咧。所以头拄有一个关起来，迄个门应该就会开，就是咱的线有经过指示门啊，开啊。好，过来咱有啥？喷桶有喷桶啊。喷桶，拢总有4桶。啥物门？对，有即个门。好，毋知小等就会知。咱搁有啥？就安尼哦。一大间，遮尔大间，敢若互我一支handle刀尔。好哦。遮嘛看过啊？遮看过啊，无效啊。好，所以嘛摕着啊，这也无多开，这也无多过。感谢你的寄付。阿慧祝你生活充满 love。对，送。送在甲我变鬼变怪啦！送毋知影啥物名，甲我讲 I'm watching you 你看我的台呢 ？Watching my stream， 多谢。送咧甲我看，敢是主创啊？敢是主创咧甲我监督，看我敢有好好耍伊送的 game？ 敢是安尼？主创到底是送？无讲你的名，送互我100块，佮无爱讲家己的名，无爱写名的，到底是送？Watching me。Come in a sign, I'm watching you。毋是，迄是 kissing you， 哈哈。开门我搁会当创啥？毋是头拄仔迄啥物门？杠杆门。对，有杠杆门。So creepy！ 好，你嘛写英文，一定是你对无？鸟味古锥，一定是你。敢是？我真毋知呢。恁后摆爱写家己的名，无我要细写，毋知影要甲谁细多写呢？哪会安尼？无的确毋是人，你毋是人啦，你毋是人。毋是对有杠杆门，啥物号做杠杆门？我甚至毋知影啥物号做杠杆门。哈啦，头拄伫遮摕到的，毋摕到，所以一定袂伫即间房间啊，一定会伫别间房间啊。遮有门无啊？遮嘛无啊。爬楼梯来了后咧，遮敢有门？这有看过。水的是真正毋是鸟味古锥，到底是送？送我礼物，送我100块，佫毋是这好做杠杆门啦。开。讲推啊！是要讲啥？若是你会写一寡恐怖的话，好，多谢。那着安尼甲人欺负哈？讲推是要讲啥？奇怪，我煞袂记有啥物件通好讲。头拄有来过针。这应该 James 的笔记对无 ？James 的笔记应该是啦。
讲一支长长，原来是要讲一支长长啊！要咧想讲是要讲啥咧？哈？这是用讲的哦。哦，会使呢，会使用讲的。好哦，开门。讲一支长长讲。哎哟，等会子出新影片啊！已经已经3点啊。我拢用白的啊，所以我拢无法度控制啊。再家己杀啊！啊，摕到即块，咱小等出门的时阵需要的啦，对无？头拄仔迄个大门就有即块，哦，有即块就会当去倒数啊。好，了解。所以咱即摆就要出去。我哪会伫遮？我要安怎出去？我哪会我哪会甲家己关伫遮？哦，无。好棒，3点了。对啊，我无想到今仔日会开遮久呢。我阁想讲，通好较早休困呢，结果无。结果还伫遮开台，惊一个。啊！伊阁摕啥物件？哦，伊做凶的呢。通好来倒数啊！啊！哈，头拄仔毋是有迄个通好剪铁链仔诶？迄支咧？迄支是搁去倒位啊？太安尼？伊讲倒数伫即间厝诶后壁啦。后壁是对一个方向。遮。哦，原来是安尼。啊，他也袂惊咯。哎哟，恐怖！他会秘伫遐。Oh no, no, leave me alone. 啥物？你个豆豆啊，伫遐看遐久哦。呵，有尖叫了，可以关台了。有够狠的。So here lies Oh, Peter Hill. Something's missing here. Because I 你 feel 家 like 己 the doll is leading me straight to the target. 啊？ Well, I need to find a boat and go to the island. 什么意思？所以咧，咱毋是应该爱驶船去迄粒岛？对啊，即个方向无毋对啊。啊，船咧，船伫倒位？啊！哇，搁一间白庄哦！哇，足好个呢，遮大间，敢有物件啊？还是拢空的？这嘛拍远的。哇，搁有一间便所，高级。哦，水呢？迄水面算真水呢。哦，驶船。I won't get on the horse. Maybe I can find them somewhere here. 好哦。搁爱推。今晚月色真美。哇，敢是安尼讲诶？这敢毋是读册人咧表达迄个时阵会讲诶？啊，搁爱爬马椅啊！伫顶面上。
啊，搁爱改卖哦，搁爱改卖哦。啥物7，啥物5，好。想咱无爱直接迄张摕走啊？哈，太遮麻烦。所以这内底可能其实是有线索的，啊，毋过我无找着，干安尼啊？研究者，啊，遮敢会当入？袂使，遮无倒过吼，遮应该是无倒过。啊，遮无倒过啊！啊，安尼搁爱入去，搁爱入去厝内底，别装啦，搁爱入去，毋是别装，搁爱入来别装内底，直接收水过去。我嘛想要安尼啊，我嘛感觉伊即马足麻烦的啊，是搁有机关呢啦。炭火子会收水，无遐敖收水呢。你叫我爱收遐远，我嘛是无法度。这头拄仔敢有来？看起来有面色。哦，啥物？3啥物2啥物的？好，过来就是爱找一个，应该是有4个数字的，应该是有一个4个数字的锁加对啦吼。毋知伫倒位？开门啊！遮。好，所以咱来看是相片，遮是6725。安尼，好，开门。啊，伫遮 ，OK。哇，阁有2支手，好，2支手，阁有阁有身体呢。哦，笔记，看一下故事哈。我欠一个。哦，这是上强的插头，这是拍袂，这拍袂歹的插头，好了解。啊！哇，有够用诶！好，咱的标题都或者若是尖叫，咱直播就结束了，耶！我们可以下班了。毋知影敢会有后会？毋知啊，毋过明仔载有迄个，明仔载有迄个会用台语来，那找袂出来。好，直接用讲诶。明仔载要来用台湾话讲一寡，就是来看一寡，这或者，我咧讲啥？惊甲讲袂晓话，嘿，对。咱明仔载要来看即礼拜的新闻，用台语来向大家分享一寡我有注意到的新闻，就对啊。嘿，就安尼。吼对，若需要收件的吼，家己去处理吼，这我无法度。好那个对，头拄仔3点有上一支新的影片吼，大家通去看，嘿，就安尼。希望有后悔好，因为我2月迄个通去开台的时阵，真正较歹掠淡薄，所以可能爱请大家就是小等待者。我搁找一下，后悔搁找一摆的时间，应该是会当算好了啦，应该是今仔日有算一半才对。嘿，所以咱后回才来继续算。嘿，当时毋知啦，吼，若真正有想要看的，搁注意一下我的消息就对啊，吼，自然就会知。好，就安尼，今日感谢大家来看我，虽然讲是要来看我哀叫，毋过嘛无啥咧叫，可能无算是上介恐怖的啦。嘿，应该是安尼。哦，感谢主创，这叫做啥？算是对我做温柔的啦吼，无甲我迄个真正甲我
行到半小时吼。啊嘛，搁爱感谢对，搁爱感谢今日迄个有人来赞助，感谢阿创啊，即个75箍，互我买饮料，我小等迄个放上了，接会所下班，真正要来去买饮料吼。嘿，有爱叫，嘿，即个都有资格通啉饮料啊！感谢安尼，佮有感谢即个100箍，毋知影是送讲 Watching Me， 毋知影是送咧，甲我金看，毋知影是对一个迄个神秘的人，嘿，啊嘛感谢即个无留名的人的100箍，嘿，好，还不够恐怖，知道了没有？不要这样，不要虐待我，谢谢。开台辛苦啊，袂辛苦，袂辛苦，好，得安尼。明仔载记得来看，明仔载应该嘛共款是下晡1点吼，明仔载共款是下晡1点，通好来看。我要来讲落去倒位，毋知我来研究者，我想看觅哦，我来看者，即摆有送，不要紧，我先来啉茶。我先来互大家看迄个三刀一集好啊。对，感谢大家来嘛，感谢今日有人寄付，真做感谢的。我要来哪啉茶，哪看者，啉好会啉，要啉啊，你啉啊，你啉，啉落去，啉落去，毋通流开。大家明天见，明天要来啊。我要咧找要讲去倒位，哈，小等。今日真正无啥会晓讲话呢，真有淡薄忝。老歌对啊，我拢听老歌啊，我头有法度，我就老咩。而且起摩卡油啊，是咧安怎啦？大家明天不见不散。恁着爱来呢，恁甲我来哦。太遮歹，阿辉平常时无遮歹啦。请大家一定爱来，拜托拜托，无我会伤心嘛哈。会当去倒位？就安尼，咱来看别人耍 game， 无恐怖的啦，真正无恐怖的啦。嘿，就安尼，大家去别人的台爱有礼貌哦。大家再会，我要通来买饮料啊，拜拜，拜拜。